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12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68节到79节，马拉基书第3章第13到18节，腓立比书第1章18节的 B 到26节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得到益处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多种的多收，到底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人认为这样的说法跟民间宗教追求功德一样，好像呢，上帝只不过是一个有应功而已。基督徒也最多只是为了及时的报赏而做好事而已。如同我们昨天的分享，在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也是这样子的提到。他说，你们要把1/10的全数送到圣殿，使圣殿里有丰富的食物。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试试我，你们就会看见我打开天上的窗户，把各样的好东西丰丰富富的倾倒给你们。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试试我，你们就会看见我打开天上的窗户，把各样的好东西丰丰富富的倾倒给你们。这样看起来不就是追求及时的报赏吗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基督信仰与别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呢？虽然经文是这样子，字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，再一次的提醒，我们必须要思考整个经卷的背景前后文的关系。首先我们必须要说到马拉基书的背景。此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其实就是离开了上帝的真道。他们不但离开上帝的真道，没有敬畏上帝，他们更是欺负那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孤儿寡妇和那一些软弱的人，更不用说什么奉献了。并且呢，不但如此，他们的生活上事实也不是过得非常的好，甚至可以说很不好了哈。为什么？我们的证据在哪里？我们从经文里面来看，马拉基书第3章第11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正因为他们背离上帝而遭受所谓的水深火热的生活。圣经说，我不容昆虫毁坏你们的农作物，你们的葡萄树将结满葡萄。看看他们的农作物是被昆虫给毁坏了，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收成。他们的葡萄基本上是不结果子的。我们把圣经反过来看的时候，实际的状况就是如此。那在这个境况之下，上帝仍然要求以色列人维持着11奉献，这个是信心的功课了。这不单是信心的功课的考验，更是一个回转向上帝的提醒，还有他们与上帝重新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。这样子以后，上帝应许在他们的困境当中来保守他们，让他们再度的经历到上帝的怜悯、看顾，
恩典以及保守。如同我们最近提到的事情，我们要在面对前面的道路、未知的将来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抉择。我们若不是选择跟随上帝，让上帝来保守我们，那我们就必须要面对自己选择所的，要去承担选择的后果。马拉基先知也就是在提醒以色列人要有正确的抉择。事实上，不只有让他们的农作物不被虫咬坏，也不只让他们的葡萄满园，更还有其他各项的赐福，或许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，超越我们所想象的。根据保罗的角度来看，他所看重的并不是那个世上的美好，或是长命百岁。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信仰期待。18节他这样说，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？不管他们的动机对或不对，只要基督被传开了，我就高兴。保罗又说，我还要继续高兴，因为在保罗的心中，最大的人生目标不是那一些物质的收获，而是为主而活。只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被广传，他就高兴了。他就认为自己已经蒙福得利了。圣经说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我活着是为基督，死了就有收获。可是如果我活着能够多做些有益的工作，那我就不晓得怎么样抉择了。他为了基督死了就有益处，所以他不觉得他需要再有什么样的恩典。他完完全全以这个基督福音为目标，因为保罗他的眼目看重的是上帝的福音，因此他感到非常的两难。他一方面愿意为主丧失生命，他说这是非常美好的，好的无比的。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希望能够为这些基督徒们继续的活下去。他说，可是为了你们的缘故，我更应该活下去。对这一点我深信无疑。我知道我还要活下去，而且要继续跟你们大家在一起，帮助你们在信仰上更长进，更有喜乐。目的是我跟你们在见面的时候，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将更加以我为荣。保罗这样子的角度心态，他认为自己已经蒙福了，得恩了，他已经得到了上帝给他的益处了。我们要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1章68节到79节。让我们歌颂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他眷顾他的子民，释放了他们。他从他的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全能的救主。古时候他借着先知们说过的，他要拯救我们脱离敌人，摆脱一切恨恶我们的人的权势。他要向我们的祖宗大施仁慈，并且记住他神圣的约。他应许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，
立誓要拯救我们摆脱仇敌，使我们一生一世坦然无惧地在他面前，以圣洁和正直来侍奉他。我的孩子啊，你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先知，你要做主的先驱，为他预备道路，要告诉他的子民，由于他们的罪蒙赦免，他们将获得救恩救赎。我们的上帝慈悲柔和，他使救恩的曙光照耀我们，又从高天光照一切生活在死亡阴影的人们，引导我们走向和平的道路。但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看重基督，看重福音。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况，只要是耶稣的福音得到广传，我们就如同保罗一样，愿我们可以所做的，可以归荣耀给主耶稣基督，荣耀主名。阿们。